國事者，即係國家大事係咩咧？一人群之心理現象也。國家大事其實就好多人積埋佢哋嗰個心理現象，佢民心所向，佢心理狀態，佢思想取向係嘛？所以夫國者，人之職也；人者，心之氣也。國事者，一人群之心理現象也。所以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截之義，亦無收效之其人。當我哋相信呢件事一定行得通，有呢個決心，有呢個信心嘅，移山填海都有成功之日。但係你冇信心借晒嘅時候，俾人打到殘晒嘅時候，反掌就反轉個手掌，截枝咬斷啲樹枝，咁輕易嘅嘢都冇收效之期。呢、個就係孫中山100幾年前寫嗰本《孫文學說序》嘅序言，係孫文學說嗰個序前邊嗰幾句。咁呢個咧就馬英九一定係熟讀嘅，國民黨咪係咯，係咪啊？即係國事之農污，即係其實就漏咗兩句啦，即係夫國者，人之氣啊，人者呢個國事者，一人群之心理現象也。是故國事之農污係乎人心之振美，即係一個國家興旺、興隆或者衰落係靠人心嘅奮發或者即係人心嘅低迷咯。咁你民進黨咪令到人心低迷咯？係咪？國民黨8年生罪教訓，佢提出個希望咪令到人心振奮咯，就係咁簡單啫嘛。完全係人嘅心理現象嚟嘅。你搞唔通人，你講乜都冇用，係咪？所以即係國民黨即係因為佢失去呢個政權8年，我覺得喺馬英九領導底下，尤其是佢超高票當選咧，即係個 mandate 同埋佢嗰個所謂認受性咁高咧，佢應該冇乜阻力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佢點樣清除啲國民黨嘅瘀血，特別喺立法院裏邊，雖然經過換屆選舉，我哋都睇到有啲立法委員嘅水平係低，呢個係佢嘅困難。第二個挑戰咧就係、個國庫被掏空，而家外債係4萬億，即係多謝呢個陳水扁唔少。喺呢種情況底下，你點樣去振臂起衰，力挽狂瀾，令到個經濟可以重新起飛？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難題。第三咧就係個人事上嘅紛擾，而家換咗政府，所有嘅公共機構嘅負責人、政府嘅部會首長全部要換人，一級主管講緊都3000人，除咗啲公務員就唔使換嘅，因為公務員就係中立嘅，等於係咪？咁但係啲政務官全部要換，呢、個又嚟同你求官，嗰、個又嚟叫你啊，即係關照下我，咁你點搞？呢、個有一個派系，嗰個派系啦，佢點樣去擺平？即係以我所理解嘅馬英九嘅性格，佢係睬你都有味。你邊個嚟求嗰個就實冇。咁但係你又要揾人才，係嘛？咁所以而家已經有好多傳說㗎啦，係咪？一陣間又話邊個祖國啊？有啲又話呢個江炳坤啦，你以前做過經濟部長嘅，有啲又話呢個黃金平都有可能啦，甚至啊頭先刁民馬牛話我唔知啊，佢話開盤添啊，係呢個冇人開盤咁戇居嘅，因為好難賭嘅，咁你邊個咧？係嘛？咁但係我諗都係以經濟做主導嘅咧，所以都不出嗰幾個人啦，係嘛？咁啊有一説話呢個龍應台都有可能即係入閣啊做呢個文化建設委員會嘅主委，因為佢喺呢個馬英九做台北市市長嘅時候，佢做過文化局長。當年係馬英九即係要揾阿龍應台教授嘅時候咧，係佢揾個秘書打俾佢，話市長想見你咁。咁啊龍應台話邊個叫馬英九？我唔識佢嘅，唔好意思。你叫佢要揾就叫佢自己嚟揾我啦。馬英九就喺德國揾龍應台，親自喺德國揾龍應台，請佢做文化局長。呢、個人係一個即係相當即係謙卑，同埋真係禮賢下士。你睇到從呢啲小節你就睇到呢一個人。所以點解佢會咁高票咧？唔係有啲人睇到佢而家有咩能力，而係大家好討厭嗰啲奸搞口水多過瀑布，有講冇做嗰啲咁嘅政客，忽然間出個講嘢唔係太叻，係嘛？然後望落個樣咧就好舒服，跟住我傻下老實俾人鬧又唔還口嘅，啊咁啊揾個咁樣做下就咁解啫嘛。再睇一睇佢老婆，佢老婆同我老婆爭好遠，我老婆又話叫我買個 Cartier 俾佢，又話佢LV 嗰個新款出我又你快啲俾錢，喂話呢個唔係喎大佬，呢、個就咁着 Levi's 套裝喎，8年咧馬英九做市長嘅時候，佢市長夫人8年都係坐公車坐巴士翻工嘅，係咪？
而家冇得坐啦，大佬你擾民咧再坐就係嘛？啲記者跟住你，啲人啊圍觀你係咪？以前係冇人識你，而家曝光咁強係咪？發覺個樣都唔係好靚啫係咪？有啲女人哎呀咁點配得起馬英九啊咁？8年市長夫人冇人識佢，呢個做第一夫人都算係即係中華民國嘅歷屆嘅第一夫人咧，最樸素、最平實嗰一個。仲有呢個係性別主義嘅先驅啊，大佬！不要叫我馬夫人，我是周美青。你當你的總統，我當我的周美青。佢喺呢個兆豐金即係銀行嚟嘅，做呢個法政處嘅處長，呢個係佢嘅專業，係高級行政人員。佢呢個職位如果喺香港咧，年薪最少係300萬，但係佢人工都好高嘅，20幾萬新台幣一個月。周美青應唔應該辭去佢呢份工，專心做佢嘅第一夫人，係嘛？然後第一夫人有第一夫人嘅功能，喺美國嘅第一夫人咧，佢有個制度嘅，佢有個第一夫人嘅辦公室，有政府有編制，有人幫佢做嘢嘅，呢個係美國，係嘛？但係喺中華民國咧，嗰個憲政史上或者法律咧，佢係冇規定第一夫人嘅角色嘅，係按照中國人傳統嗰種，即係總之第一夫人、第一家庭嘅巴閉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按照中國嗰種所謂父權主義，個老公做咗總統啊，大佬，你做咩高級職員都冇用啦，係咪？你梗係做第一夫人啦。所以有啲人認為基於國家嘅需要，基於可能有利益衝突，周美青都應該辭咗嗰份工。但係佢喺呢個馬英九當選之後2日繼續翻工，俾啲記者跟住佢。但因為佢已經係因為佢嘅丈夫係未來嘅總統，5月20號之後就職之後就係總統，所以佢個安全咧係受到呢個特勤人員保護嘅。所以你翻工真係唔好意思，有4個人跟住你，有槍喺身嗰啲嘅保護你嘅，冇辦法係嘛？咁係咪煩啊？於是佢嗰日就透過馬英九嘅發言人就話佢唔再坐巴士，於是咧就安排咗一架我哋香港呢啲即係啲明星最中意坐嗰啲 van 仔俾佢坐，但係我繼續工作。馬英九點答啊？尊重佢太太嘅意見，尊重佢太太嘅決定。嗱，於是就出現一個問題啦。咁以後點搞咧？佢係翻工嘅要，但係佢係第一夫人，係嘛？咁有啲即係嗰啲主張男女平等嗰啲即係女權運動嗰啲人咧就話啱啊，做得好。佢係佢，馬英九係馬英九，係嘛？即係我哋調翻轉問，假如周美青做總統，咁馬英九呢位總統先生，咁係咪要辭晒啲工跟住佢老婆咧？呢個係咪男女有別咧？係咪父權主義咧？係咪？呢個又值得諗下㗎喎，所以即係啲人就反問一個問題：假如周美青做總統咁點咧？